諗住整咩色啊你？諗住整咩色？深啡色咯。深啡色。淺最好淺。唔好漂啦，因為好傷啊。但係你今日會修護你個頭。就係因為太傷咯，之前開餐啊。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歡迎嚟到來都來了嘅 YouTube Channel 啊。咁今日呢，我哋嚟到呢一個深圳華強北中航城 A 區嘅 InStyle 呢，就嚟整頭髮。咁不過呢，今日就唔係我整，係我帶我老婆過嚟整。咁呢，相信呢，臨近呢一個嘅新年呢，其實都好多嘅觀眾朋友呢，都想揾一個地方呢，就整一整個頭髮啦，扮下靚咁樣嘅。咁今日呢，我同我太太呢，就過嚟率先試捽，試一試到底會唔會翻車呢？咁其實點解我會揾到呢間鋪頭呢？其實我當初呢，都係喺美團嗰度見到呢，佢喺深圳嘅髮型店裏邊呢，係算係比較高分嘅。咁所以呢，就揀咗呢一間嘅髮型屋呢，就去試一試。咁其實咧喺佢嘅裝修格局嚟睇咧，大家都可以見到咧係非常之專業，我相信一定係有翻咁上下水準嘅。咁可以見到佢嘅格局咧係分得非常之清楚㗎。咁有一個獨立嘅造型區啦，有洗頭區啦，亦都有呢一個嘅剪髮區。咁咧係區分得非常之清楚嘅，咁亦都係非常之乾淨同埋整齊，咁俾人係有一種有信心嘅感覺。我想類似這種啊，或者說這種。對，我想要冷掉了。對，可以冷一點。你看它下面有一，它肯定掉了，沒辦法。太冷的話就偏綠了，它先挑過的。呢啲都係深色嘅喎，呢啲都係。其實差唔多啦，你深色都係陽光下先見到嘅，除非你呢啲咯，但係你呢啲就要漂咯。咁喺揀完顏色之後呢，咁啊見到呢髮型師呢就非常之貼心啦，就即刻幫你去準備晒所有嘅材料，咁呢就剪好晒成個頸啊，甚至乎你嘅額頭啊，同埋呢個耳仔呢，都係有相當嘅保護措施，就唔會俾一啲嘅染料呢就染咗落去你嗰啲皮膚上面。咁你可以見到師傅喺染頭髮嘅時候呢，佢都係有兩個髮型師咧喺度同時間進行嘅，咁確保你每一執嘅頭髮呢都係有均勻地搽上呢個染料啦，同埋有呢一個嘅護髮劑呢係去保護住，令到你嘅頭髮呢係唔會有額外嘅損傷。2,000 years later， 點啊？又同香港整頭髮有冇分別啊？我覺得差唔多 OK 咯，同埋咧佢哋會避開咗我頭皮嗰啲位。其實我而家游咗咁耐，搽咗咁耐啊，我都唔係覺得乸嗰啲咯。有時喺屋企自己染頭髮會乸乸地咁樣。啦，因為你成日自己搽你又睇唔到，咁同埋你染嘅時候染得唔勻暢，同埋你會打到自己個頭皮咯。即係依家係。依家完全唔覺得有乸，好冇乸嘅。因為我見到依家佢未上到。佢唔係嗰啲有啲阿蒙尼亞啲味咧，佢呢個香香地嘅。係真係香嘅呢個。有陣香味喺度。刺鼻咯。即係我聞起身，我已經覺得咦幾香喎隻味咁。呢度咧可以見到髮型師咧真係好俾心機去將每一執嘅頭髮咧都搽上個染料，即係令到你染出嚟嘅時候咧就唔會有一笪一笪嘅情況出現。咁可以見到佢哋咧係非常之用心喺呢個步驟上面。A few moments later， 好啦，歷時2個半鐘咧，終於所有嘅頭髮都上晒色啦。咁依家咧就做緊一個洗頭同埋護髮嘅步驟。同埋咧，順帶一提，近住呢一個嘅中航城 A 區 InStyle 呢一個嘅髮型店咧，其實佢非常之近呢一個嘅華強北站。咁如果陪太太過嚟整頭髮嘅時候咧，觀眾朋友咧亦都可以去鄰近嘅華強北附近有好多地方都係可以去打發時間同埋消遣嘅。咁呢度不妨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好，咁染髮同埋護髮嘅步驟咧都已經完成噶啦。咁喺吹完頭之後咧，髮型師咧就會根據翻你嘅個人要求啦同埋喜好咧，就去同你做翻一個髮型設計嘅。咁換言之，即係剪頭髮啦。咁喺剪頭髮同埋染頭髮嘅過程裏面呢，咁令我太太幾 surprise 嘅一點呢，佢話翻俾我聽呢，就係髮型師呢都幾明白佢嘅個人需要嘅。咁首先喺揀顏色方面啦，一開頭呢，我太太係要求一啲比較冷色調嘅顏色啦。咁可能喺影片裏邊呢睇得唔係話太清楚。咁其實呢，喺佢染嘅過程中呢，髮型師係不斷地去觀察佢頭髮嘅顏色變化，咁希望將個色差呢係盡量貼近客戶嘅要求，咁呢一點咧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咁同埋喺剪頭髮方面咧，髮型師咧都非常之細心啊，佢唔會一刀就剪落去，咁導致咗有一啲一剪落去，哎呀太短嘅情況出現。好啦，咁歷時4個半鐘頭咧，終於完成晒成個整頭髮嘅 service 啦。咁無論喺染頭髮或者剪頭髮上面咧，我太太都係非常之滿意噶，因為全程咧髮型師都係跟足佢嘅要求啦，同埋佢嘅喜好咧，係去幫佢完成佢成個頭嘅設計。咁如果睇完呢條片嘅各位咧，想上去整頭髮，又想揾翻同一位髮型師嘅話咧，咁呢一個咧就係佢嘅 WeChat，咁亦都歡迎大家咧係可以加佢去預約嘅。好啦，咁今集時間又差唔多啦。如果中意我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下次我再帶大家捐窿捐罅，去玩好嘅，食好嘅，拜拜。